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济湾发生着随机攻击。今仔日第6天，早起专案小组炸着3D 镭射扫描仪重建现场。早起按照着顺序，为案发的成品南西店12路口嫌犯所在的旅馆甲伊睡厝的所在，一一来做扫描，要用3D 的科技重建嫌犯犯案的过程甲路线。 早起，警方甲监视科警员来到中山成品南西，要重建场本随机攻击案的现场。保管主任检察官詹永玲、台北市刑大队长罗俊宏、中山分局长张耀仁，加刑大监视中心拢总16个人。因手提黑色的卡棒，内底是3D 镭射扫描仪。红外线镭射去记录，我们去记录整个现场，然后把现场数位化以后，后续可以用软体把现场整个重建起来，然后可以供我们之后在法庭上进行展示使用。这个3D 的扫描仪轻棒棒，扫描的距离会当达到750公尺。 10分钟就会当抓到完整的空间坐标，结合过去的采样内容甲动线统整分析。这是场本当时但烟雾弹所在，也是其中一个重建现场。专案小组小抓对成品南西偏门去到楼尾顶，这个等下到12路口后壁场本对楼的地点。 转去一定的商业旅馆、睡厝所在，落尾再去台北车头。到了随机攻击的地点，监视小组也会前往场本伫林森北路放回小厝的地点，透过3D 科技重建伊犯案的过程甲路线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